行了吗？你看镜头就进去了吗？啊，咱直接从1开始吧。那个牌子，那个白衣服那再往下一点，你牌子，哎，对。什么来着？往里再凑一下，往里再凑一下，对。对不起大家，刚才我的失误。完了，您那边对，能往里的就往里凑了啊。来，镜头杆开吗？开始。啊，1、2、3。日本华侨华人向祖国人民拜年，祝祖国新年快乐，国泰民安，繁荣昌盛，祝全国人民平安幸福，事业有成，龙年吉祥，耶！谢谢。啊，没事了。我腿都软了。上。